收睇樓市師見，我哋先睇睇最新一期 CCL 收報139.94點，按週微跌0.22%，連升3週之後回軟嘅。今日咧，我哋開始我哋嘅主題之前咧，有個問題咧，先想問下施生嘅。施生啊，最近咧唔少發展商咧都頻頻推盤，大部分銷情咧仲要唔錯添，係咪即係代表咗樓市其實已經全面復甦咧？樓市咧，如果講住宅樓咧，就基本上已經見底㗎啦。即係呢幾個月或者今年開始以嚟咧，賣得好嘅月份咧，一個月都賣到過2000間嘅，拉勻咧差唔多1700個單位一個月啦。以呢個水平計咧，就一年就賣到2萬個單位又多㗎啦。咁香港一般樓宇落成量咧都係16000-17000個度嘅水平㗎啦，算多嘅，有時仲少。咁即係話賣到嘅單位咧係多過佢起出嚟嘅單位。即係如果你賣到嘅單位多，起出嚟嘅相對少嘅話咧，即係發展商嘅貨尾咧喺處消減緊。發展商嘅貨尾減少咧，咁佢嗰個財務壓力就會減少㗎啦。即係賣到樓咪有錢收咯嚇，起緊嗰啲減少咗，咪即係唔使再投咁多落去咯。所以發展商咧，其實呢段時間咧係賣樓進取咗嘅，價錢係加高咗嘅，即係。第一期賣得好啊，以前第二期都唔使點加價嘅，而家第二期嗰啲有啲調高咗少少。尤其之前賣剩嘅貨尾咧，都好多調高個價錢㗎啦。咁仲有一個現象可以留意嘅咧，就係賣遠期樓花都有啊。因為市唔好嘅時候咧，急用先至賣㗎，因為佢唔會一早買定。因為樓價跌緊嘅話咧，我梗係延後嗰個賣樓嘅時間啦。越後買我越平啊嘛。不過冇辦法，同女朋友講咗年尾結婚，哇10月都未買樓，你有冇心㗎？咁迫於無奈先去買嘅啫。咁啊呢個時候買間買現樓啦，唔通買間樓花有排起先入到貨。但最近有一個盤喺九龍城嘅。2年樓花期啊，仲要起2年，應該就市靜嘅時候，長期樓花係少人會有興趣嘅。佢一日都賣晒，即係呢啲都係顯示嘅市況咧喺處改善緊咯。即係日市嘅信心係強咗，先至會買遠期樓花。如果唔係，不如等佢起完先至買，嗰陣時仲平。即係而家啲人。開始有人諗住，哇！等佢起完入咗伙先買，雖然一買就可以住，唔使交即係納空息啊。你俾息供樓就理所當然，但係人哋供樓嗰陣時候有得住，我供樓冇得住，咪蝕底咗咯。咁嘅蝕底嘅嘢都有人做咧，即係話有人睇好後市咯。咁咧，今日我哋除咗有施生咧，我哋亦都請嚟中原地產香港住宅部首席建築師鄭仲良先生嘅 Jeff 咧，嚟同我哋講下喺極端天氣之下呢一啲家居安全問題嘅。咁咧，其實早前咧颱風華嘉莎就襲港啦，破壞力都好驚人。咁有住宅大廈嘅外牆咧，有一個分體式冷氣機散熱器咧，仲俾颱風咧吹到半天吊。咁咧，市民咧就企咗喺下層嗰個窗口式冷氣機嘅機頂咧，嘗試將個散熱器咧就扶翻上去嗰個承托架度，睇到人咧都非常之驚啦。咁 Jeff 聽講咧，其實建築物條例咧對於冷氣機窗台咧係有一個嚴格嘅規範嘅。咁可唔可以用建築師角度講解一下，其實呢個咁勇猛嘅行為咧個危險性喺邊度咧？係啊 ，Hello Kelly，大家好啊，係啊，我嗰張相我自己都睇過嘅，我睇完張相我都覺得幾危險下嘅，因為嗰位師傅好心啦，想做翻修理翻一啲危險嘢啦，但係佢如果企喺一個鐵架為主嘅冷氣機架上面嘅話咧，其實個力係唔夠嘅，
嚇，因為一個喺香港法例嚟講咧，一個簡單嘅冷氣機架唔超過60 cm 或者600 mm，而佢個冷氣機唔超過100公斤嘅話咧，嗰個咁嘅冷氣機架咧自己做咗最多都入3級小型工程，甚至乎係唔使入職嘅。咁亦都係唔需要點樣計數嘅。咁即係話咧，冇人知道嗰個冷氣機架嘅承托力實在係幾多嘅。籠統講咧，就係話一個冷氣機咧係一匹嘅話咧，30幾公斤到啦嚇。咁你企多個人上去咧，一個男人咁樣50-60公斤到啦，咁啊隨時100公斤唔出奇嘅嚇。咁喺個法例嚟講，100公斤嘅呢個咁嘅重量咧，就係一個門檻，係要入職嘅嚇。咁如果佢企上去嘅話，出咗事嘅話咧，就真係好牙煙嘅。所以我見到嗰張相真係唔係好鼓勵，係啊。仲係打風喎，吹得好犀利㗎！我嗰朝早係啊，都出花園餵魚啊，俾佢一吹，跟住就爭啲吹跌啊！咁你如果喺咁高吹一吹，好受風㗎嘛？嗰啲位睇佢向咩方向啦，即係跌落嚟就唔係咁簡單㗎啦。因為其實咧就所有維修工程咧，其實香港嘅法例都好完備㗎啦嚇。除咗我哋比較熟悉嘅建築物條例咧，仲有職安健嘅條例啦，仲有一啲工業經營嘅條例啦，都講得好清楚咧。任何外牆嘅維修咧，一係就企喺一個合資格嘅棚架嗰度簽咗棚紙嘅所謂嘅棚架度，又或者一個合規範嘅一個工作嘅吊台或者吊船度嚇。你唔會係企喺一個冷氣機架度維修嘅，縱使個冷氣機架係鐵架又好啊，石屎又好啦，其實都唔理想嘅。我哋唔會建議咁樣做嘅，係嘅。咁除咗呢一個問題之外咧，其實即係玻璃窗都係大家關心噶嘛。咁打風之前咧，唔少市民咧都會即係喺個玻璃窗嗰度黐一個米字啊或者交叉嘅膠紙做呢個預防措施。咁但係咧同時咧都有建築師、有工程師咧可能會講話，香港其實好多新樓咧都用咗防爆玻璃啦。咁黐膠紙咧好似會增加個危險性。又想問下 Jeff 啦，喺專業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應唔應該去黐嗰啲膠紙咧？同埋可能舊樓啊同新樓之間嗰個強度上有啲咩分別咧？喺個玻璃上面。好啊，試下分享少少見解啦。咁其實咧就近年亦都多咗出面好多有心嘅人士咧，都講話黐一啲防皺膠紙咧，或者防皺即係貼紙啦，去保障玻璃，防止爆裂風險嘅。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專業人士角度嚟睇，其實我哋睇翻咧政府嘅官方係冇一個指引，又或者冇一個大學嘅一啲研究機構講到明，實際上呢個幫助係有定係冇，或者幾大嘅。點解咧？因為玻璃去到今時今日咧嘅發展咧，其實玻璃嘅生產嘅種類真係好多㗎啦嚇。我哋最簡單以前嘅單片玻璃啦，跟住到夾層玻璃啦，跟住到雙層玻璃啦嚇，跟住我哋講嘅叫做防爆玻璃，其實我相信係講強化玻璃啦嚇，或者係玻璃幕牆嗰類嘅夾層玻璃咁樣，係好多種唔同嘅玻璃嘅。唔同個玻璃講緊係個工序生產唔同，佢生產嘅工序唔同咧，基本上就引致到佢最後咧，當佢呢啲玻璃承受風壓嗰陣時咧，佢嗰個壓力喺個表面點樣去伸展落去咧，都唔同嘅，所以好難一概而論嗰隻防皺嘅貼紙幫助幾大嘅嚇。嗱，籠統啲講咧，我諗可能咧對舊式一啲玻璃可能或者有少少幫助，因為舊式嘅玻璃通常點都係細件啲啊、薄啲啦、單薄啲啦，或者脆一啲嘅嚇，嗰啲我哋叫英文叫 flow gas 嚇。咁啊，可能嗰啲幫助有少少，但係對於一啲新型嘅大塊嘅玻璃啊，佢因為符合咗而家現今更加嚴格嘅規範咧，其實嗰個保護咧可能係微不足道嘅嚇。咁我只可以咧大概分享即係咁樣樣，因為咧其實咧都係好難一概而論嘅。係。咁其實好多人買樓咧都中意買一啲近海啊、高樓層，貪佢咧個風景好啦。咁但係呢啲單位咧都往往比較貴嘅。咁但係成日都出現呢啲頻繁天氣啦，都令我哋即係改觀咗話，哇！太近海咧，可能有水浸風險啊，或者即係太高層咧，打風嘅時候可能都會搖啊。咁施生啊，你覺得其實未來大家咧揀樓嗰個喜好會唔會話有啲改變咧？因為咁。安全當然係買樓一個重要考慮啦，但咧香港咧就雖然每年都打風，唔係次次都咁勁嘅，咁係唔係個個人買樓都咁考慮咧？我記得好多年前啊，愉景灣有一次打風咧，好多玻璃咧係俾啲風係成塊吸走咗嘅，可能因為風吹嘅時候氣壓啊嗰啲改變咧。甚至成個窗框
一齊抽走嘅。扯走。咁啊冇咗個窗嗰啲雨水打入嚟啊，風啊屋企吹到一塌糊塗啊。咁呢啲咧就試過嘅人當然印象深刻啦。但係我自己帶人睇樓啊，同人哋介紹啊，就未必係個個都仲係會掛住呢樣嘢㗎。譬如今年啱啱打咗2個10號風球，咁咧就大家就關注多啲。但實際上香港打風造成嘅損害啊，就大部分情況都唔嚴重嘅，因為我哋嘅建築物條例啊要求都比好多地方嚴格嘅，安全係數啊好高嘅。同埋而家咧就啲玻璃即係價錢唔需要好貴，已經係質素係提升咗好多嘅。咁你就譬如以前我有一個時期住九龍塘咧，有飛機聲㗎嘛，要雙層隔音。咁而家其實買有啲玻璃，佢本身已經係雙層㗎啦，即係唔使話2個窗真係中間隔開，咁係嘥位啊嘛。所以我相信新起嘅樓咧，其實喺防風方面，我相信越做會越做得足嘅，就應該就唔需要太擔憂嘅。即係有啲人話哇，如果而家呢次向東嗰啲海向海嘅受嘅災比較大，咁啊高層可能受風比較多，遲啲咧就會中下層啊或者向西嘅會好啲。咁我相信會唔會真係改變香港人買樓嘅傾向咧？暫時呢種影響，我覺得未必好長久咯。咁 Jeff 其實未來樓宇嘅嗰個設計嘅走向，會唔會都因為極端天氣而有啲影響咧？同埋近期嘅新樓會唔會話喺個設計上都有啲新轉變去迎合呢一個情況？嗱，其實你講話極端天氣喺香港咧，其實香港都好幸福嘅。首先呢個城市嚟講，如果相較起我哋去旅行，去到啲北方或者極端地方，其實香港所謂極端天氣咧，其實都唔係好極端嘅啫。我哋擔心咁嘅就係一係就太熱，一係太凍，一係太大風，跟住就最驚埋就地震咁樣樣。咁啊太熱太凍，其實咧香港咧都唔會話因為呢2個因素咧，啲樓宇要點樣去做額外嘅保護嘅。咁啊地震咧就可能咧坊間有啲專業團體咧推廣緊一啲即係叫地震嘅設計嘅守則啦。咁但係嗰個咧有好多考慮嘅，因為嗰個咧會影響咗樓宇佈局嘅一啲彈性嘅。你當你考慮咗地震，你好多樓日後改動咧都有限制。咁啊翻嚟最近期所謂嘅譬如華家嘥啲10號風球呢啲咁樣咧，其實香港嘅設計守則咧有一個我哋叫 Code of Practice 一個風力嘅一個設計嘅水準嘅要求守則嘅。咁咪喺個守則裏面有好多科學嘅依據啦，咁大致上基本上就可以抵得住而家所有大風嘅風速噶啦。一個高樓大廈啦，咁樣其實可能大家有陣時都會知道，好高嘅樓咧，去到上邊咧係有輕微嘅搖晃，嗰個其實係一個射震嘅作用，令到咧嗰個風力咧吹到落個大廈嗰度咧，佢個力咧唔會成座大廈自己直接承受，佢通過少少嘅搖晃咧係去減低個壓力。咁又有類似嘅一啲咁嘅措施啊，或者類似嘅舉措咧，係令到大風咧係唔會吹倒一座樓嘅。呢個咧基本上個機會咧係喺香港微乎其微嘅，已經唔會再翻以前1960幾年、40幾年嘅時期㗎啦。咁再講翻就話，譬如啱啱阿師生都分享咗啦，其實例係會越嚟越嚴格嘅。但係咧，建築嘅產品亦都會隨住例嘅越嚟越嚴格咧，就越嚟越先進。所以咧，我哋唔會話因為極端嘅天氣咧，而去犧牲咗一個大廈嘅美觀性啊，或者實用性嘅。我哋基本上咧3者都即係都會考慮，都會並用並蓄噶啦。又要安全，又要美觀，又要實用嘅嚇。咁我哋咧就唔會淨係單睇一樣嘢咧，係會影響咗市民即係買樓嘅任何嘅一啲取態啦，我哋3樣都要做啦嚇。最緊要就係話，如果佢法例要求高啲嘅話，咁我哋就揀隻更加好嘅產品去滿足個法例，而唔係咧就話會犧牲咗單位嘅一啲靈活度啊，影響咗買家日後買翻嚟自用又好、租出去好或者投資好嘅一啲咁嘅取態嘅，係啊。好。
咁咧今日都多謝兩位嘅分享啦，令我哋都知道咗喺極端嘅天氣之下咧會有啲咩要注意啦，家居安全方面。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